喺註冊成為 E-App 嘅新用戶之前，申請人可以先喺 iPass 網站瀏覽心儀課程嘅相關資料。申請人可以按唔同嘅學習或培訓範疇、課程類別嚟到對課程進行篩選。揀選好心儀嘅課程之後，可以進入 E-App 嘅網站，按左手邊嘅申請人登入按鈕。首次登記嘅申請人可以按建立帳戶按鈕。詳細閱讀重要事項之後，可以按下面嘅連結繼續。申請人需要提供一個有效嘅電郵地址作為登入帳戶。然後需要輸入證件類別同埋號碼。英文姓名同埋選擇出生日期。最後可以設定用戶嘅密碼，同埋再次確認密碼。完成之後可以按下一頁繼續。申請人需要打開你嘅電郵信箱，收取帳戶嘅啟動信。打開啟動信之後，可以按入邊嘅連結進入首次登入嘅版面。申請人可以輸入你嘅密碼，然後按登入嘅按鈕，繼續填寫申請人資料。